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只是邀请所有兄弟姐妹，咱四周围的会友兄弟姐妹，咱互相请安，讲一声平安，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感谢主，感谢主过去一周的看顾甲保守，现在互咱大家安静心来甲主相结连。求信心，即马就运行伫遮，甲咱同在。首先，咱做伙来献上咱的懊恼，甲感谢。咱做伙开嘴懊恼，甲感谢咱的主。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上帝，今日走起，阮主持伫遮，我们向你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求主你的恩膏，求主恩膏阮的灵，互阮会当来听听你的话语，信心充满伫我的心。感谢你赐予阮性命，感谢你保护阮的家庭、工作甲身体。阮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赐落予阮，更较感谢你，互阮成做你的囝儿。求主持续帮助阮，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拢会当照着你的旨意来行，嘛将阮的所有一切拢交托予你。求你引带阮，互阮会当顺探你的旨意，甲你同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门。主啊，我阮一个土地，互你来翻转，阮信心来祈祷。为一个土地，我信心祈祷。我主的真理，哪讲全地偏照？为一个城市，我强比憔悴。我主的活命，领到这的百姓，愿全力爱把天平，愿你苦甘你，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力爱把天平，愿你苦甘你，愿望甲喜乐，永远在咱心中。一时，咱来为着几项代志，几项事件，咱献上咱的祈祷。头一先为着咱家己的罪，甲上帝关系来祈祷，求主来赦免咱的罪过。咱知影咱时常来得罪着主，但是咱可能毋知影，咱只是献上咱的祈祷，求主来赦免咱。咱嘛为着身体病痛、心灵软弱、世上亲人的遗体，咱献上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感谢你，恳求你赦免我的罪，你保护我洗净我的罪，主啊，主啊，求你，互阮时常来甲你相交结连，主啊，我恳求你，我为着身体病痛的姊妹献上我的祈祷，求你来帮助因，来医治因，心灵软弱的主，我求你，求你来扶持。天父，阮感谢你，阮甘心降服伫你的脚前，因为你的疼启明阮归于你，归于你。啊，毋过阮常常得罪你，主啊，求你除去阮肉体的软弱，赦免阮的罪过，脱离一切卑贱的事。主啊，
感谢你，受属救主耶稣真侪万万福的源头。求你用宝血洗清阮，求神圣更新阮，恢复阮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互阮时常听调你、亲近你、跟对你。慈悲怜悯的主啊，我嘛将身体病痛、心灵软弱、世俗亲人肢体，愿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医治的圣手临到因的身上，医治恢复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心灵软弱的，求主你来扶持，使落刚强的心智，伫咧因的心中有世俗亲人的，求你安慰人，临到因的心中，亲自怜悯扶持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咱嘛阁为着教会50禧年的事工推动，甲世界和平、台湾的平安，嘛为着今日查牧师2堂的讲道，礼拜咱献上咱的祈祷，就是邀请大家来开嘴大声，咱来祈祷，咱做伙出声来祈祷。哈利路亚，耶稣，感谢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为着教会50禧年的事工推动，我感谢你，我有你，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感谢你，互阮的教会行过50年的稳定年月，愿你的灵会当持续引带阮头前的脚步，互每一项禧年的事工，拢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求你帮助阮所有的团队同工，拢有合一的心志，共同来去做你的国度。主啊，伫咧乱世中，愿真知。只有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平安的君王。求你怜悯这个世界，平息所有的战争甲灾难。主啊，我们将台湾这个土地，愿献上阮的祈祷。求你保守这个土地，互百姓拢会当享受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自由。主啊，最后愿恳求你大大使用詹姆斯。互伊所传讲的话语有信心的能力甲智慧，求你开阮正人的耳孔，互阮若是听见，也愿意照你的话语来行。愿安尼同心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做伙落主，咱恳求主。土地，我信心祈祷，万主的经历，那更转变很久，为这个城市，我强比憔悴。
请会众咱做伙起立来学罗咱的主，来个主所给的，哈利路亚！咱当主记伫遮。咱搭主一日保做一敬拜，心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到夜的快乐，因做阮行深深的山谷，尊敬我老，尊敬我老。深深的山谷，尊敬我老，尊敬我老，你敬我老，你安排阮当行着微微差错，尊敬我老，你敬我老，我欢喜顺通行去路。
救主，引领我心。
祈求我需要主，一生一世，亲爱做你的囝，孤单无边，求主引领我生命，是别甲我伫地，我心无一毫无去，我来救你。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因为阮较无来亲近你，阮欢喜来亲近你。因为主，阮知，阮时刻拢需要你，阮时刻拢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保守，需要你的保护。主啊，求你帮赞，透过阮搁一摆来参你三亲近，将主你属天的恩典，就赏赐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互阮搁一摆看见着你的阳光，就充满伫阮的教会，也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帮助阮，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也搁一摆拍开阮的心，互阮真正听见着主你的声来对阮讲话，来提醒、来改变、来更新阮的生命。帮助阮，搁一摆领受着你对你遐属天新的馈赠，互阮伫阮新的一日，有对你遐来的愿望，对你遐来的喜乐，对你遐来的馈赠。主啊，帮助阮，互阮真实伫今日礼拜中会当和恁相拄，也伫今日礼拜中，搁一摆来看见着主你的阳光。主啊，愿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拢归伫你。也求主来祝福伫早起时的礼拜，对头到尾拢有主你的保守，主你的引带。这时，我嘛要做伙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将时间交互咱的师会。启用，请咱三家来启用启用文第19诗篇84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吟。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地院，到要分去。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刺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收。伊徛起你地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亏力的人，真有福气。伊经过的大蛇山谷，拢变做蛇丸。伊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伊伫念一日。我年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
这声因像是日头，是灯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心你的人真有福气。祈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三甲主子伫圣殿，齐声称赞你的圣名。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甲慈爱，互阮卑微的性命通领受你的恩典甲救恩。阮要齐声来感谢俄罗你，亲爱的主上帝，你毋若是怜悯人的上帝，更加是听人祈祷、加天开力的上帝。阮要照着信心来宣告，我可使我能力的基督，我有开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听阮的上帝，阮也要深深的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伫生活中体会到，军队你的这条路，毋是用好行、无好行来定义，颠倒是行伫困境中也悠远，坚信上帝已经掌权制赢这一切。总是，阮也要求告上主赦免，有时阮信心无够，心神软弱，恳求你伫每一天的生活中来成做阮的帮衬，加添阮智慧甲力量。伫阮生命中每一个软弱的顶面，通来彰显你的权能甲荣耀。感谢你带领富强教会行过每一段稳定的道路。明年富强教会就要迎接释教50许年，求你继续引带阮众会友伫真理中来成长，伫听内底合一，成做即个城市中的灯塔，荣耀你的圣名。即时恳求你的信心甲阮同在，开阮的目睭甲耳孔，互阮用心来领受你的话语。祝福詹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搁造就。将今早起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你掌权保守。阮同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讲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2位的圣经节。第一位圣经节，马可福音第2章23节到28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对卖园经过，伊的门徒哪行哪定袂随。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你看。”因是安怎伫安息日做袂用伫做的代志？耶稣甲伊讲：“恁敢毋捌听读过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巴肚枵需要食物的时所做的代志？阿比亚伊做大祭司的时，大卫入去上帝的殿食献祭饼，嘛互对伊的人食。即款饼，祭司以外的人袂用伫食。”耶稣甲伊讲：“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创造。所以，人主嘛是安息日的主。”第2段圣经节记载伫希伯来书第4章9章第91。安尼，上帝要为着伊的子民保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因为进入上帝所赐安息的人，
亲像上帝煞伊的工作，嘛煞伊一切的工作。所以，咱着努力尽力即个安息，才免有人亲像伊也无顺服的人滑倒失败。愿主赐福听筒伊话的人。俄罗，即时请圣歌队俄罗斯歌溪边的树，因许说，请詹姆斯讲道。讲道的信息是：伫主里得到安息。先祝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今日早起时，搁一摆来到伫伊的圣殿来敬拜俄罗伊。也感谢上帝，互咱今日早起时是一个好的天气，互咱处理拢诚平安。因为前几日咱看见全台湾拢落大雨，特别是南部，敢亲像做风台一样吼，雨落到足大的。但是感谢上帝，今日互咱是一个好的天气，互咱通平安来到伫遮。 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也愿上帝帮助咱，透过今仔早起时，搁一摆来分享上帝话语，真做是咱生命中的帮助甲鼓励。咱伫遮开始进前，咱搁一摆来做一个祈祷。
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啊，帮助阮透过你的话语，互阮通亲像溪边的树来结果子，亲像溪边的树来得到成长。互阮透过你的话，互阮的生命也由阮得到更新改变的气力。主啊，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时，阮通安静阮的心。会当将阮一切的挂虑来暂时放落，互阮专心一意注神伫你的身上，专心伫你的话语。求你帮助阮，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互阮看见着圣经中的奥秘奥妙，互阮看到中圣经内面对阮每一项的提醒以及鼓励。伫要分享进前，搁一摆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以及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日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个系列的第9讲。这个系列准备要做一个结束啊。这个系列对一开始讲的时阵有10个主题，这是第9个主题。然后后个月讲最后一个主题，这个系列的结束。续来牧师会分享另外一个主题。今日要和大家做伙分享，是伫咱这礼拜中。这毋是伫咱礼拜的听数，伫头前几个分享中，牧师拢咧分享咱的礼拜的听数，譬如讲咱的祈祷、咱的娱乐、咱的奉献、咱听上帝的话，这会当帮助咱伫礼拜中会当学习着啥？伫礼拜中咱会当看见着主的心意。但是今日要分享，毋是伫咱礼拜中的听数。会当讲是咱规个礼拜非常重要的，就是咱来守每一个礼拜日的主日，嘛会当讲安息日。今日咱会当伫遮做伙组织，咱会当伫遮做伙敬拜讹乐咱的上帝，是咱搁一摆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咱伫遮搁一摆会当组织，是会当互咱会当分别咱的时间来含主来相亲近。所以今日牧师要和大家分享，咱的礼拜每一摆咱做伙组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要互咱会当伫主的内面来得到安息。今日咱所读的经文，咱看见耶稣伊含伊的门徒伫一个安息日，因到伫一个卖园，但是耶稣的门徒却经过的时阵用手去摕迄个麦仔。但是边仔的法利赛人看到，就甲耶稣讲：耶稣，你的学生哪会当安尼做？安息日就是爱休困啊！安息日就是啥物工作拢袂当做，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为什么你的学生做了即款代志？伫当时的犹太人，因非常遵照因的律法，特别这犹太人因的传统内面，因对安息日，因阁有39种无共款的分类。就是安息日袂当做啥物物件。伫这39种的分类，每一个分类下面阁有39个细项的袂当做，所以总共有1521条安息日袂当做的代志。哇，非常济！你想，哪有可能完全遵守？哪有可能完全讲1521条完全拢背起来，完全拢了解讲安息日袂当做？而且往另外一个角度想，若是真正有1521个伫安息日无通做，安尼真正是足侪代志拢无法度通做啊！敢若安息日，敢若就是住伫厝，但是啥物物件拢袂当做，就伫遐坐咧，也是倒咧，互一天过去。但是对非常严格遵守这律法的犹太人，因有侪规定，因家己看圣经的解说。然后因家己的传统，因的老师不断地讲，然后就发展出非常侪无共款的分类。特别有一项，我讲有39项，其中因有一个非常大的分类是有关准备食物，也是生产者的食物的物件。其中则就讲到收割袂使，袂当种植，嘛袂当将这的食物分类。足侪物件，这是特别针对安息日，你要准备食物，还是要去种田，还是要去收割，足侪的分类。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分类，每一个分类下面阁有39种细项的代志袂当做。所以犹太人严格到啥物？因讲伫安息日袂当种植，伫安息日袂当种植，所以有一个规定是，你若伫路边行路的时阵，你袂当黑白配喙烂。为什么？因为你若配喙烂的时阵，边仔的草可能会因为你的喙烂来生长，安尼叫做复眼。安尼叫做，互这个草仔会当大汉，安尼就叫做工作。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因连这项连足侪代志，因拢规定非常的非常的严格。直到侪人因为听到讲爱守安息日，听到爱做这侪的代志，就产生真大的动荡。但是其实耶稣的门徒所做的这项代志，伫律法规定原本是会当做的。伫律法的规定，原本是会当做这项代志的。伫申命记23章有记载，若经过别人的田园，你是会当用手去挽遮的麦仔来食，是会使，但是袂当用刀仔去割。所以伫因的律法是规定会当安尼，就是你若经过人的田，你若是真正腹肚枵，你若真正有需要，你是会当摕一寡物件来食，这是无问题。因的律法规定是无问题的。但是对这犹太人来讲，因认为用手去摕，这就亲像收割一样。咱的理解收割可能是用机器、用刀仔叫做收割，但是这法利赛人伊看到耶稣的门徒用手去摕，这就叫做收割，这就犯了因安息日袂当做工的一个规定。所以对这犹太人、这法利赛人，因看到因非常生气。甚至用安尼去挑战耶稣，讲耶稣，你嘛是一个老师，你的学生哪会当安尼做？因哪会当无守规定？因哪会伫安息日做了袂当做的代志？所以咱拄仔看的经文，耶稣举一个例，耶稣举一个例是大卫王，伊过去伊伫闪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伊来到一个祭司的面前。这个祭司伊将伫迄个圣所内面的圣饼交互大卫，但是伫当时的规定，圣所内面的圣饼只会当互祭司来食，一般人是袂当食的。但是当大卫和伊边仔的人到伫这个祭司的面前，这个祭司看见到大卫伊的需要，看见大卫非常的要求，所以将这饼摕互伊食。大卫和伊边仔人拢毋是祭司，伊拢毋是伫迄个圣所服侍的人，但是因却食了圣饼。所以耶稣互咱看见一项代志，人真实的需要比守这一切规定搁较重要。耶稣互咱看见到一个非常重要，安息日也是安息非常的重要的关键是人真实的需要。但是耶稣的意思毋是讲，只要是因为人的需要。只要是因为人的需要，就会当凊彩改变律法；只要因为人的需要，就会当凊彩改变上帝的规定。若是拄仔看到拄仔经文了，你就会开始想：哇，因为人的需要比规矩搁较重要。安尼后礼拜我就无法来做礼拜啊！后礼拜我就伫厝安息就好啊！后礼拜我就因为我家己的需要，我就无爱守这规定。但是耶稣咧讲的，毋是讲因为人的需要就凊彩改变，毋是因为人的需要，就当凊彩放弃这一切。但是耶稣是咧讲的是，互咱想伫安息日内面，什么是搁较重要的？为什么咱每一个礼拜要来守主日？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咱伫这个时阵咱出去佚佗啊？伫这个礼拜一早起咱伫厝休困啊？但为什么咱搁愿意分别咱的时间来到伫遮？什么才是咱来守主日？什么是咱来参与礼拜上重要的关键？所以牧师今日要透过今日的经文，有3个分享，和咱做伙来思考，咱到底伫礼拜日分别咱的时间，伫这个安息日，伫这个主日，咱应该安怎来看重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第一个，牧师要和大家做伙分享，安息日、礼拜日，毋是只有休困尔，是要互咱伫安息中得到透放。安息日，也是这个礼拜日一早起，毋是互咱休困。是要互咱伫安息中会当得到透放。
拄仔咱所看的经文，咱搁一摆来看拄仔所读过的经文。经文讲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和伊的学生经过一个仓园，然后因行的时阵，搁用手搁挽一寡麦仔来食。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甲耶稣讲：耶稣，你看，你的学生做了安息日袂当做的代志。法利赛人甲耶稣讲：耶稣，你的学生伫安息日做了袂当做的代志。什么是会当做的？什么是袂当做的？安息日对只会当休困吗？什么代志拢无法度通做吗？安息日伫原文伊的意思就是停止。安息日伫原本的意思就是停止。可能就人会想讲，安息日就是我礼拜日早起时，我无爱去工作；礼拜日早起时，我就啥物拢无爱做。但是安息日，咱等下继续来看，安息日毋是只有互咱停止休困，搁较重要是要互咱会当得到透放。你若等下礼拜结束的时阵，你去问你边仔的兄弟姊妹，你甲问讲你最近过了好无？我想可能大多数的人会甲你讲，我最近足无用的。你也是你去问你的朋友，你去甲问讲最近过了好无？可能大多数的人拢会讲，我最近足无用的。是啥物代志造成了咱非常无用？甚至咱无法度当人咧问你讲，你最近过了安怎？你无法度通讲，我最近过了足快乐的，我最近过了非常的舒适。常常咱的回应，也是大多数可能讲，我最近足无用的，我最近的代志足侪。我最近有足侪的责任，我最近有足侪的工作，我必须爱做。这个法利赛人因所看到的也是安尼。这个法利赛人伫安息日看到的，犹原是看到因的责任，看到因的身份，看到因爱做的代志。这个法利赛人因对安息的误解是，因眼中犹原只有责任，因的眼中犹原只有行为，因的眼光犹原只有因爱做的代志。因却袂记得人真正的需要是啥物。当咱咧问别人你最近过了好无？你最近安怎？当人咧讲我拢足无用的时阵，人讲我代志足侪的时阵，其实背后咧反映讲我有真侪责任，我有真侪爱做的代志，我有真侪我外在的行为我爱去完成。有时阵咱却袂记得啥物叫做咱人真正的需要，咱却袂记得爱去思考，啥物是互我生命会当感觉真正欢喜、快乐、舒适的代志。法利赛人对安息的误解嘛是，因认为安息毋是停止尔，毋是只有停落来，因搁较看到的是，我嘛是犹原我的责任爱做，我搁我的行为爱表现出来，我袂当完全休困落来。我若休困落来，敢若我就无价值啦。我若是将我原本所烦恼的这个重担暂时放落来，安尼感觉我无负责任。但是耶稣甲法利赛人回应是，伫安息日的时阵，伫主日的时阵，是搁一摆互咱看见咱人真实的需要，互咱的心得到透放，毋是只有暂时伫这1点钟、2点钟，我坐伫遐会当休困一下。暂时远离我的家庭的代志，暂时远离我的工作的代志。真实是，互咱伫遮会当得到透放，互咱伫遮会当看见咱人的需要。咱愿意分别咱的主日的，愿意分别咱礼拜日早起的时间来参与伫主日，其实嘛是互咱学习会当放下咱认为的责任。咱来参与主日礼拜，其实互咱学习一项代志，是互咱暂时放下咱认为的责任，互咱真正搁一摆转来到伫咱的心中，咱真实的需要，互咱会当有得到透放的机会。毋是互咱每一日生活，咱感觉足无用的代志，互咱分心的代志不断地操烦。伫最近，咱在手机，最近是 AI 的世代，除了 AI 的世代，搁较早几冬开始流行是一个手机的世代。
但是无论伫即个手机的世代、AI 的世代，也是咱伫网络的世代，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无手机的恐慌症，无手机的恐慌症。有一个研究伊安尼讲，即个研究伊就讲，有77%的人，若是无手机啊，伊就会非常烦恼，身躯边无手机啊。有87%的人，连困的时阵，手机啊嘛要放伫个枕头边，甚至愈来愈侪人连洗身躯，手机啊嘛要砸入去。虽然讲即马手机啊的防水拢做了真好，但是佫有另外研究，有58%人每点钟至少要看一届，59%的人随收到讯息就随拍开来看，有84%的人因讲因一工无法度无手机啊伫个身躯边。伫咱即马活着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咱活着一个资讯流通真紧的世代，但是嘛因为安尼，咱有侪代志，敢若爱咱随时去处理，咱有侪代志，敢若随时就放伫咱的心中。其实咱发现，咱一再拥吻家己分心。咱的内心常常和无共款的声音连做伙，所以咱无法度找到真正的安静。可能伫即马你嘛犹原在想着你等下礼拜结束要做啥，你可能即马犹原在想着后礼拜工作要做啥，你可能犹原想着等下转去厝我阁要做啥。咱真正认为我是来遮只是休困一下，但是我无真正伫遮得到逃放。咱的学习是适当的时阵，将这一切的连接甲切互断。咱爱特别去选择安静伫上帝的面前。当咱无特别选择这项代志，咱犹原来到伫主日的时阵，犹原伫这个会当互咱安息的时阵，犹原带着咱的责任，犹原带着咱的行为，犹原带着咱所烦恼的代志，咱的心犹原无得到安息，咱的心犹原在去想其他的代志，咱的心无真正得到逃放。这是安息日第一个互咱上大的代志。这个法利赛人伊所看重的是外在的行为，因所看重的是犹原看重的是因的责任。因伫安息日无法度真正得到安息，因的心无法度真正得到逃放，因为因所想的是因家己，因所想的是家己的内心，因所想的是家己的行为。因所想的是伊所有的一切，因却袂记你伫即个安息日真正要互因的心是得到逃放的。所以，互咱学习每一届来主日的时阵，是互咱有一个机会学习切断这一切，会叫了咱的连接，互咱会当安静伫主的面前，互咱的心来得到逃放。其实这嘛是基督信仰互咱上大的礼物，这嘛是咱来守主日互咱上大的礼物。咱每一个人伫遮，咱拢互相称呼叫做兄弟姊妹。来到伫每一个主日，毋是靠着人的外在，靠着人的成就，毋是靠着人的道德规范来定义咱每一个人，是互咱单单倚靠耶稣为着咱成就的一切。这是这个信仰互咱的，这是伫安息内面互咱得到的，互咱真正得到逃放，毋是因为外在我做了偌好。毋是因为我有偌无用，毋是因为我有啥物款的行为，是因为我来到伫即个所在，含主三亲近，互我的心通得到逃放，互我的心，互我的人，全人拢因为独我靠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一切。所以伫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29节，经文咧讲：劳苦背重担，会当到我遮来，我要互你得到安息。这是咱非常熟的经文。耶稣讲：劳苦背重担，会当到我遮来，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这是一个咱非常熟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互咱搁一届通了解，无论是背劳苦重担，也是非常无用的，也是有侪行为、侪规范伫你的心中。但是咱搁一届来到伫耶稣的面前，当咱搁一届来到伫主日的时，就互咱的心得到安息，互咱的心有机会得到逃放。所以，煞来，
咱来看第二个分享。但是伫第二个分享进前，所以就互咱来想一个问题：咱到底伫礼拜的主日开始，伫礼拜主日结束的时，还是伫礼拜主日开始的时，咱是伫工作中休困，还是咱伫休困了来工作？这就互咱来思考一个问题：若是咱来主日的礼拜，咱来伫遮得到安息，是要得到透放？那安尼，这工对咱来讲，是伫无用工作了的休困，还是伫休困了后，咱会当有重新的气力来工作，来继续无用咱的代志？所以，第二无需要刷咧这来讲，来主日，来到主的面前安息，毋仅是一个义务，更较重要是要伫安息中来得到祝福。毋通认为讲这是一个义务。是要互咱伫安息中要来得到祝福。耶稣讲，安息日是为着人所设立的，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所设立的。人是为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立的，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设立的。所以回到拄头前的问题，有时阵咱拢想讲礼拜日主日的时阵啊，我工作一礼拜啊，我无用一礼拜啊。我厝内的代志无用一礼拜啊，所以礼拜日我来伫遮休困一下，我来遮得到安息，然后我甲计开始无用啊，我甲开始我一礼拜的生活。但是为这个经文咱来看，安息日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生，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设立的，反倒转安息日是为咱每一个人设立的。所以其实来到伫这个所在，每一个主日来到伫这个所在。是互咱有一个新的气力，然后去面对煞来一礼拜。有时阵咱会想是一礼拜无用了，所以我来遮休困一下，我来遮亲近主。但是实际上是倒变，是当咱礼拜主日的时阵，伫遮咱的心得到安息，咱的心得到安静，然后才有得到重新的气力，去到后一个礼拜，到伫以后未来的每一天。所以每一天来这个所在，毋是讲啊一个义务，我一礼拜结束啊，所以我着爱开时间来这个所在。其实佫较重要的是，咱来这个所在是要来得到上帝互咱的祝福。当咱倒一摆转到去看创世纪的故事，当上帝创造这个天地的时阵，伊创造宇宙万物，伊到伫第六日，伊最后创造人。第六日伊创造人，第七日伊着休困，伊着休困。上帝伊看伊所创造一切拢非常的好。第六日伊创造人类了后，伊看这个世界一切拢非常的好。然后第七日伊休困，伊煞了伊的工。伊邀请咱每一个人甲伊同齐享受安息。伊邀请咱每一个人和伊做伙同齐享受安息。所以咱搁一摆看这个创世纪的经文，伊讲天地万物拢创造好啊。第七日，上帝因为完成伊所创造的，伊就煞了伊的工，伊赐予第七日，互第七日正对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伫迄天完成创造休困，煞了伊一切的工作休困。所以咱看见伫这个经文，第六天结束的时阵。第七日，上帝分别做成，互伊正做是一个祝福。伊伫创造人了后，第七日，伊邀请人和伊做伙进入伫安息内面。伊邀请人做伙伫这个最后创造的内面，和伊做伙享受。所以，咱若认为来守主日只是出伫义务，还是压力，安尼就失去了其中真实的意义。咱若是认为来守主日、来守咱讲安息日，只是一个义务，还是压力，安尼就失去了其中真实的意义。拄仔讲讲创世纪的故事，当上帝第七日、第六日创造人，第七日休困了后，亚当、夏娃因才开始，要才开始记载因伫伊的爱甸乐园所有的代志。因才开始伫爱甸乐园开始有行动，开始就爱甸乐园开始伫遐有工作。
所以咱看见一项代志，当人和上帝先做伙安息，和上帝做伙同在了后，才开始。当人和上帝做伙同在了后，人领受祝福，才开始伊所做的。所以咱若认为讲每一摆来主日，这是压力，这是一个义务，因为我6天我已经足无闲啊，所以我来遮休困一下。安尼人就可能无法度通了解真实的意义。其实真实的意义是颠倒转来，是因为咱先和主有亲近的机会，咱先和主做伙安息，咱先和主做伙领受着伊的祝福，咱才有气力继续来往前。所以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稳定，毋是靠着家己的劳碌，靠着家己的努力打拼会当得到礼物。毋是讲礼拜到礼拜我非常努力工作，我非常努力打拼，我伫我的家庭我嘛非常尽力，所以礼拜日我就来遮领受祝福，讲主啊，我伫礼拜五我拢做了非常好，礼拜一、礼拜五我非常努力打拼，所以伫礼拜日你甲我祝福。等到转来是我伫礼拜日来和主相亲近。来这个所在得到安息透房的时阵，甲主讲主啊，感谢你，予我有新的平安、新的稳定，予我会当接续伫后礼拜我要做的一切的代志。所以来到伫这个主日，毋是讲一个义务，也是讲我要来领一个礼物。搁较重要的是，我要来，咱是来伫遮得到祝福，然后会当继续行往新的一个礼拜。所以安息日是互咱做出一个宣告。咱每一个来守主日嘛，互咱做出一个宣告。咱毋是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的奴仆，是互咱会当搁一摆发觉上帝互咱美好的供应。安息日也是咱来守主日，是互咱做出一个宣告，互咱每一个基督徒做出一个宣告。咱毋是这个世界的奴仆，毋是因为我伫这个世界偌无用，做了偌济有成就的代志，是互咱伫这个所在，搁一摆看见上帝美好的创造。看见着上帝美好的祝福，看见着上帝美好的供应，互咱有气力继续行往新的一个礼拜。所以伫希伯来书第9章第10节，咱拄嘛看过经文，所以伊讲，佫有另外的安息日，是为着上帝子民的安息所保留的。因为既若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安息的人，就是煞了家己的工作，亲像上帝煞了伊的工作一样。所以11节的经文，咱拄嘛读，所以咱爱努力进入着迄个安息，咱学习进入着迄个安息，进入甲上帝同在的安息内面，毋是出于义务，毋是出于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礼拜日我就一定要来。是出伫我伫遮会当搁一摆领受，看见着上帝美好的供应，然后得到新的气力，到伫新的日子中。所以最后无需要大家分享，这个安息日嘛，毋若是遵守，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遵守，是因为伫安息中会当互咱得到自由，是伫安息中互咱会当得到自由。耶稣最后伫这个经文里，马可福音第2章28节，伊安尼讲。伊讲，所以恁主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最后讲，恁主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咧宣告一项代志，伊说明安息日的律法、安息日的规定，是伫耶稣的身份，也是伫耶稣的工作下面。耶稣咧宣告一项代志，安息日的律法是伫伊的身份、伫伊的工作的内面。咱了解伫安息日一开始。伫出埃及记所定安息日的时阵，上大的目的是要互人得到自由。上大的目的是要互人得到自由，毋是要互人有一个敢若是一个严格的规定，敢若毋是讲有一个互人敢若非常淡淡的。其实安息日上一开始伫出埃及的时阵，上帝含这以色列人定这个条例的时阵，伊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自由。伊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自由。当耶稣咧讲我就是安息日的主的时阵，讲安息日的规定、安息日所有一切，其实伫耶稣的身上完全来显现出来。这嘛代表是伊的身份，代表是伊的工作。当咱才能当咱明白耶稣的时，当咱含咱的主相亲近的时，
咱是会当得到自由的，咱是会当得到伫主内面完全的休困，完全的逃放。所以，咱搁一摆回到拄仔所讲的，咱每一摆来主日来安息日，目的是要互咱得到自由。毋是因为讲啊，我是基督徒，所以规定我礼拜日一定爱来。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这讲我一定爱，我一定爱来参加，无参加敢若怪怪。更重要是来这个所在是，互咱得到自由，互咱因为透过亲近咱的主，互咱的生命有一摆，搁较重要有这个自由的时间。有一个犹太人的老师叫做赫舍尔，伊讲那一句话，伊讲若圣殿是咱和上帝接触的空间，伊讲安息日是咱和上帝接触的时间。伊讲圣殿也是咱和上帝接触的空间，伊讲安息日是互咱和咱的上帝接触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嘛，非常重要的时间。咱来到伫这个空间，咱来到伫教会。确实，咱和咱的主相亲近，但是更加重要是，伫这个时刻，伫这个早起咱来守主日的时阵，是咱搁一摆，互咱的心和主会当三个人非常亲密、重要的时间。所以耶稣讲，伊是安息日的主，伊互人的生命得到医治，互人的生命。会当得到逃放，互咱会当搁一摆转到伫伊的怀抱中。耶稣伊讲，伊是安息日的主，伊互人的生命得到医治，互人搁一摆转到伫伊的怀抱中。咱后期要继续转去看马可福音第3章。马可福音第3章一开始，耶稣就伫遐做了一个神业，伫遐医治一个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当咱每一摆伫遮的时阵，就互咱的生命会当有得到医治，会当得到上帝的怀抱。所以重要的是安息日，毋是讲爱安怎遵守。咱来守主日，毋是讲咱安怎遵守，啥物时间爱来遵守。搁较重要的是，咱属伫啥？搁较重要的是，咱的生命是属伫啥？安息日重要，毋是讲我安怎遵守，我应该安怎做，我应该爱守着啥物物件，我应该爱遵照啥物物件。上重要的是，互咱搁一摆了解是，咱的生命是属伫啥，咱的生命是和啥做结连。所以，毋单只是遵守尔，毋单只是一个义务，毋单只是讲我只来遮休困尔。搁较重要是，互咱搁一摆和主相亲近，搁一摆和主有美好生命的结连，互咱真正生命，咱的内心得到自由，也得到逃放。所以最后伫诗篇的诗人伫诗篇46篇第10节，诗人安尼讲：恁爱休困，爱知我是上帝。这个休困伫原文的意思，也是你看台语的圣经，伊是安尼讲，伊讲恁着爱恬恬，也是讲你着爱恬静。爱知影我是上帝，恁着爱恬静，恁着爱安静，恁爱知我是上帝。所以当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当咱每一个早起礼拜日的早起时来到伫遮，当咱讲这是一个安息日的事，互咱搁一摆来思考，咱敢有真正伫这个所在得到逃放？咱敢有伫遮用着一个正确的心态，要来和主相亲近？咱敢有伫遮透过每一个礼拜，真正重新得到气力，会当去面对后礼拜新的生活？愿上帝帮助咱，透过咱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伫遮自习的时阵，内心真正得到安息，咱的内心真正得到逃放。透过上帝的话语，也互咱的内心真正得到自由，得到稳定。这是咱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咱来唱圣诗159首，咱来唱圣诗159首，然后咱唱了这条回应的诗歌，咱要做伙来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
点我心内无影影出征，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你离我心心相念你无停，是做我光景，予我有光明，赐做我智慧，予我通我去，但是缺点伫你有你照顾，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囝，你甲我结连，我甲你同行，世间我一项比你较无配，因为你惜我，我永远袂悔。你是我一切，我要信靠你。天顶的君王，世间无通比。天顶的君王，予我的得胜，愿你带我到天永点天庭，迄是有艰难，也是大变数，我断体自永远无野生。阿门。这是咱为着几样代志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咱的心来祈祷，求上帝帮赞，特别是这个安息日的主，真实进入到阮每一个人的内心。无论是伫这个主日，互咱的心会当得到安息，也互阮伫咱每一日的生活中，也学习安息，甲主会当结连。第一项，咱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求上帝真正是不断来到伫阮每一个人的内心，含咱通了解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互咱学习会当找到适当而且合适合宜的时间来含主三亲近，互咱的性命来得到安息。第二项代志，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伫咱教会伫明年要进入第50周年，伫今年49年，嘛是一个安息年。互咱的教会搁一摆来思考，爱登到伫这个安息的主的面前，含伊来结连，对伊遐来得到新的快乐。互咱的教会伫行50周年的时阵，会当看见到主新的恩典满满，伫咱的教会中不断来发生。第三项代志，咱嘛为着教会中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来帮赞，特别伫遮需要心软弱，也是拄着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来帮赞，互因的心得到安静，互因的心也得到对主你遐享受的安息甲平安。咱做伙开嘴，为着这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啊，谢谢感谢你，随时把同在，谢谢我帮助，这些一切，主啊，谢谢同在，我的心的同在，谢谢同在，谢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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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谢谢同在，好的，谢谢。请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帮助阮，互阮通搁一摆来思考，阮每一个礼拜来守主日重要的意义。主，互阮通知，来遮毋是只有休困，毋是只有尽一个义务，毋是只有规定尔，是互阮透过每一届的主日，互阮的心得到透放，互阮的心得到自由，较重要，互阮领受到新的祝福，伫阮刷落来新的一个礼拜，每一日
继续会当靠着主你的恩典来生活。主啊，帮助阮，也互阮伫每一个生活，也学习找着时间伫主内面来安息，互阮找着时间来含主你来相亲近，互阮时常来倚靠主，互阮通知有主点伫阮每一样的心内，是何等大的恩典，是何等大重要的代志。主啊，也帮助阮的教会，伫今年教会是49年，伫49年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安息日。主啊，伫这个安息年，互阮的教会嘛搁一届来思考，互阮的教会伫安息中也超找着主你的心意，含主你有搁较好、搁较水的结连。伫明年刷来50周年，这个喜年，阮会当欢喜庆祝，也看见主你新的恩典伫阮的教会中。主啊，也求你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伫心拄着病痛、拄着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点伫因的心内，互因的心无惊吓，互因的心安然自在。因为只有主，你是迄个赏赐真实平安、赏赐安息的主。主啊，求你互因心中一切的劳苦、一切的重担，因为倚靠你会当通放了。互因心中所忧伤、忧闷的代志，因为倚靠你会当搁一届来得到喜乐。主啊，求你帮助，也求你怜悯，也求你完全来带领，也搁一届将阮的教会，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也时常来保护，时常来引带。阮搁一届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就咱的时间到咱的聚会。奉献，即时咱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本月经句，请咱来看周报上尾后一页的下面，咱齐声用台语来读。
地甲地上的万美，拢属上主；世界甲地底的遐万美嘛，拢属伊。诗篇24篇第1节，即时报告，咱分开周报第2页，后礼拜敬拜何西的当天，主理是蔡正德牧师，司会是李英台长老，其他轮值的侍奉当天，请家己看。咱看第4页，周报的第4页，第1条，今主日下晡1点半，伫2楼的会议室召开中职界首长联合会议，甲50周年庆典筹备会，请全体会员备摆心来参加。咱看第三点，本会定伫6月20号到22号，举办蔡正德牧师的培灵做聚会，拢总有5档，有2档培灵会，一个同心的做聚会，阁有主日的礼拜2档。请咱大家注意来参加。第4点，富强教会50周年有迄个年度标语票选活动，有6样，伫6月29号下晡6点结束，请咱大家踊跃投票。咱看第5项，本会定伫8月初十。举行49周年圣礼典，请要受洗礼伫7月20号进前来报名完成。咱来看第5页的第7点，主日学定伫7月16到20日，是举办夏令营。天才好管家，请厝内有小朋友，会当互因尽量来报名参加。报名的时间是6月30号结束，爱缴费才会当算报名成功。以上，咱请詹牧师、夏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平安。我来补充报告啦吼。大先呢，我要甲大家说多谢伫昨吼，昨早起咱教会有为着吴牧师伊的对主礼拜，大家踊跃参与圣歌队，甲咱的乡年，阁有咱以赛亚牧区，大家做伙参与带来一个对上帝的感恩，也带来代祷甲对事以及恳求主的安慰。今仔日呢，咱吴牧师娘，阁伊的公主郑光郑荣，因拢有来哈。好，我们跟大家点个头哈。我们为他们继续祷告过了个人祈祷大家代祷平安哈。好，来请坐。咱继续为着咱作这祈祷啦吼，因为平时咱作这伊的后生囝儿拢出外吼，平时是甲吴牧师两个做伙伫咱台南生活，嘛拢伫咱教会咧出入。当吴牧师已经离开，咱继续为着吴牧师的祈祷，互伊有主所赏赐的安慰甲坚强。特别有咱兄弟姊妹，特别遮的乡年以赛亚，大家关心，互伊让对失去亲人的中间行出来，会当得到主所赏赐的平安吼。咱大家来继续祈祷。第二，我来介绍有咱的新朋友啦吼。特别我要介绍讲，今仔日咱毋是伫高雄有举行即个106周年的感恩礼拜吼。咱足侪间教会拢有去参加。咱本来咱教会嘛有报名，后来发现讲人伤侪吼，咱怎
取消无去安尼啊，留伫教会。但是有别个教会的兄弟吼，今仔日有几啊位是咱南门教会的同工啦吼，兄弟来参加咱的礼拜，因为因会友真侪人拢去高雄安尼吼。咱遮个名单有即个董惠雅长老的款吼，指挥的款吼，董惠雅长老，搁董惠珍姊妹吼，搁有即个王灿然，搁李淑晶。即几位，毋知伫倒位，反正徛起来，我甲你欢迎一下，好无？伫楼顶爱欢迎恁。咱以往嘛拢有即款三做伴的，就对啊。比如讲有诶教会吼，因举行野外礼拜，野外礼拜吼，无逐个人拢会当去咧吼，所以拢隔壁，伊就去隔壁参加礼拜，表示安怎呢？安尼，咱即几位吼，有照咱詹牧师讲的，爱守安好节就对啦吼。真欢迎恁来参加富强教会礼拜，大家三甲造就吼，感谢主。佮另外，咱嘛欢迎，就是有一位叶碧琴姊妹，叶碧琴姊妹伫倒位？来欢迎你，来碧琴姐，来。咱碧琴姊妹伊的即个查某囝怡月吼。个囝婿是志文啦吼，拢伫咱遮说咧。早起吼，伊调阮家己来吼，专工来咱教会聚会，嘛甲咱的姊妹伫遐见面熟悉，欢迎你常常来吼，甲咱做伙三甲侍奉上帝，感谢主吼，欢迎。个另外吼，咱今仔日吼献歌队呢，有一位客座指挥，就是咱的江怡金老师，咱搁拍一个欢迎伊，欢迎伊哈。我讲顶抓甲伊见面吼，已经2月16啊，2月16，迄阵伊来甲咱指导咱的献歌队，等于客座就对啦吼。嘛伫过长工伫16号，咱伫迄天有请伊来甲咱做信仰的分享吼，大家得到真好的造就。因久会来一遍，来甲咱的献歌队伫遐来客座的指导吼，真欢迎嘛，真多谢安尼。他下面有几项的补充的报告啦吼。拄则咧讲到守圣日吼，会记咧咱顶礼拜牧师有特别将中会有一个讲即个属灵的敬虔的8步骤吼，中间一项就是讲，咱正兄弟姊妹大家互相鼓励来守安息日，来守圣日吼，就是甲今仔日詹牧师甲咱分享的即个主题真重要。但迄个内容吼，咱陆续会阁甲咱公告，互咱兄弟吼了解讲，即8项我有做几项无吼？要一摆完全做甲到，无一定有法度通随进行啦。但是一步一步，咱家己来互相鼓励吼。咱无论小组，无论团契，各单位大家做伙来努力。咱会阁继续来公告来印伫即个无共款的资料顶面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学习吼，做伙来学习安尼。下面呢几项的补充报告吼，我先用咱的即个投影片来甲咱做介绍安尼吼。头一个是咱顶礼拜吼，咱有举办一个非常热烈的咱教会内排球联谊赛啦吼。咱吼有2种比赛，一种是正式的比赛吼，一种是联谊迄个联谊赛。咱得奖的吼，冠军是咱的少年囡仔。提摩太第3队啦吼，第3队吼一队吼，咱家己鼓励吼。第2名是约书亚第1队吼，约书亚牧区第1队吼，这是这队吼，人较侪吼，感谢主。第3名是保罗牧区，保罗牧区，咱真甲伊恭喜吼。哇！伫即边的运动比赛，咱有感觉一个足经验的就对啦。因为咱教士平常时教会咧聚会礼拜吼，拢有固定的服侍同工，拢老面孔。一个拍球运动的时候，哇，一寡少年囡仔拢出来吼，大家足活泼足热热，拢卧虎藏龙就对啦吼，高手云集吼，所以这就是咱庆祝50周年，今年是安息年嘛，就是咱内部先家己来热起来。叫无共款的活动，有真侪有温顺的兄弟，伫遐来表达出来，互咱更较烧脑吼。即边特别咱除了
参加比赛上场的以外，嘛真侪咱的会友吼，拢去鼓励去参加吼。哇，迄阵2点的时阵咻咻呢，但是嘛足勇敢，大家拢做伙来。我问我后摆若搁办活动吼，虽然你无参加无上场比赛，大家拢来，做伙来鼓励吼。咱嘛真多谢50禧年的筹备小组吼，特别即个联谊的部门吼，咱自持自实施来组织这个工会，做足水足辛苦吼，咱甲伊说多谢吼，多谢。咱阁有联谊赛哦，联谊赛嘛，然后有迄个出奇兵的哦吼，即个联谊赛第1名送以赛亚无区甲伊鼓励一下，以赛亚无区，吼联谊赛吼，趣味组的就对啦。第2队这是第1队啦吼，第2队是自强小组吼，咱鼓励。是咱的即个保罗牧区吼，这是自强小组。第三名是约书亚的第2队，约书亚牧区的第2队哈，咱感恩感谢。通过即款的活动吼，咱陆续差不多1季啦吼，陆续活动咱羽毛球赛啦、篮球赛啦吼，咱进前有带队去参加乒乓比赛，明年换咱家己要来办。乒乓赛就是即个活动吼，会兴起咱大家迄种热切的心啦吼。过来年度标语吼，咱月底就要结案啊吼，你还袂投无吼？上简单就是你用 QR code 甲翕一个，就甲投起来啊吼。听讲有抽奖呢，你若参加吼会甲你抽奖啊吼。若你较无习惯用手机，请你来楼骹有一个纸面的，你甲填落就好啊。6个即个标语吼，50禧年的标语，你感觉倒一句吼，足合理的，你就甲打勾安就好啊吼。这是咱的 QR code 吼，咱伫遮翕会使，咱伫周报内底嘛会当翕啦吼。这是咱的即个标语的名称有8字的，也有10字的吼。咱无字过来念啊吼。搁一项过来吼，重要的事工。就是咱1年1摆的培灵会，咱咧伫拜5暗时开始，拜5暗、拜6暗，搁礼拜日2场，就现在即个时间，咱总4场的礼拜，迄个讲道培灵，咱邀请咱的前任的蔡牧师吼，伊去台北已经生活工作侍奉8、9冬啊吼，搁倒转来咱遮，咱来互伊热情温暖吼，一定爱踊跃出席所以恁来甲隔壁咱的请这拢烧酒吼，咱暗时较有诶无关系出门，但是特别即2个暗时，拜5暗甲拜6暗吼，礼拜6的早起10点有咱的即个同工领袖的训练会，也请你会记哩出来吼，咱做伙来听蔡牧师伊所领受对咱的勉励。嘛是诚做咱一个暖身就对啦，要行至50禧年吼。特别咱大家人伫祈祷中，特别替蔡牧师祈祷，因为即几冬身体有点状况，咧保养的中间，咱为着伊有属灵的官兵，有上帝予伊的即个体力气力吼，声音伫遐来分享主的话安尼吼。拢总4个主题啦吼，咱大家踊跃来参加。过来是咱主日都会夏令营，拄则咱的执事吼，咱事已经报告了。特别是咱爱鼓励咱的厝边隔壁这小朋友4年以上、3、4年以上吼。咱即个祷告的数要增高吼，咱请兄弟踊跃吼，咱已经要结果咱嘛有干事开始咧编辑吼，若有够互因，伊会整理足好势啦吼。有咱遮的查经班，咱阁鼓励一遍吼。华语、英文上升上的查经班吼伫即个周报内面牧师阁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吼。咱有看到周报的即个文章的内底有报告着讲，咱正式公告即个奖学金的新的办法。这奖学金新办法就是有一个足大的突破，就是讲以往你学校读册成绩来，就奖学金互你。咱感觉伫教会内吼。奖学金读册好是真好啦，但是咱毋茫讲会当有无共款的发展，有无共款的即个成长，所以无管是你有守主日，有灵修，有服侍，
啊，佮包括你的好成绩，遮拢有奖金就对啦，有迄个奖学金。啊，所以往即个办法，咱印伫即个地沟野吼，啊，咱特别才会做妈妈的吼，是大个你甲留起来，即个留起来，因为吼，即个毋是到时间到啊，咱摕出成绩，啊，你无资料哦，因为你学校有成绩单互你嘛。但是呢，你要参加牧区出色奖、属灵生活奖，啊，佮即个学业成绩，啊，佮教会生活，即拢在平常时有遵守啊。啊，所以有到时有一个表格，互你家己做填哦，啊，有老师甲你签证，啊，所以咱嘛讲对，就是咱才有写讲对8月开始，就是今年的8月，就是后学期开始，啊，就遮侪礼拜，啊，就是大家人做伙遵守，啊，所以你的囡仔，若平常时讲，我毋是足够考试，叫我读册，但是你也要服侍啊，你也要灵修啊。吼，啊，你会晓参加教会各种的事奉啊，啊，你就是一个真好的鼓励的办法。啊，所以嘛，鼓励咱兄弟姊妹，咱为着栽培咱教会兄弟姊妹，特别这青少年吼，有一个身心灵拢成长的，啊，咱嘛需要咱大家来关心奉献啦，吼，因为这经费咱教会拨款，啊，但是你有参与，就是讲咱有进行这个这个生日的奉献，啊，就表示讲我生日到啊，我奉献。一个感恩现金，啊，这现金就是要做奖学金的路用。啊，嘛讲形成咱教会青少年兄弟啊，这主持的学生吼，足热烈、足踊跃吼，爱交读册以外，啊，佫有交修主的安息日吼，啊，会当服侍主。啊，这点请咱这个公过信办法，咱会放伫网络啦吼，啊嘛会搭伫咱的公布啦。但是你若样留起来，啊，互咱的这个囡仔会当有来好好来配合，啊，好好来这个追求安尼吼。好啊，其他的即个内容啊，咱拢有记伫周报内底啊，特别佫甲咱提醒吼，会记得咱要伫8月，咱的即个周年庆的时阵来举行洗礼啊、圣餐啊，若是兄弟姊妹你啊有准备心，也有无队友要洗礼，开始来报名吼，会当有份来参与伫即个中间，用安尼来甲咱做报告，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多谢。上营，请来用上营的诗歌。而乐天顶主宰，因是煞请詹牧师主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万世代无煞。阿免。大家请坐，咱列岛闭会。今早起第一堂的礼拜结束，请会众请安问好。